哈嘍，今日分享勞力士 18K 金帶修復。由於佩戴時間長久，在歲月洗禮下錶帶已經殘舊，結構唔堅固，連接唔緊密，狀態鬆散下垂。每粒帶格形狀大小各異，帶格已有不同程度磨蝕，錶帶頭更肉眼可見有虛位。攞上手錶帶可以隨意擺動，原本應該能夠自我支撐，呈一字形狀態，依家反而係有失重感覺向下垂。18K 黃金比鋼軟，所以對比起鋼錶帶，黃金更容易磨蝕。仔細查看實物後就馬上開始金帶修復，睇睇修復後效果對比有咩唔同。錶帶經過鉑金修復後，明顯睇到質地堅挺咗，結構恢復堅固，連接緊密，每粒帶格形狀大小均一，所以有足夠自我支撐，能夠呈現一字形狀態。原本能夠肉眼可見有虛位嘅帶頭，因為係第一格連接手錶嘅位置，手錶嘅重量大部分會卸落第一格錶帶，所以磨蝕情況理應係最嚴重。經過鉑金處理磨蝕嘅罅隙已經消失。錶帶從反面睇，中間金珠排列成直線效果，左右兩邊金珠從大粒過度變細，每粒有棱有角，並且兩邊大細過渡順序對稱，